以来对顶关税即马暂停实施90天，真侪业者呢是趁这个机会来大出货。交通部表示讲，其实4月到6月资本是海运的小月，也毋过即马煞无用试试，所以这港区的安全嘛同款受到重视。交通部甲台是来研发一套港区智慧监测技术，未来呢是拍算靠无人机，也有无人车，24点钟拢来巡港口。 无人车伫咧港口附近行，会当随家及时影像传转去办公室。这是交通部和台湾大学合作的港区智慧检测技术，目前正咧试验的阶段，利用无人机和无人车，24点钟来检测港口的突发状况。目前阮会用个辨识反光板，搁有迄个车档、变电箱，变电箱惊伊的温度相关的会烧起来。 那另外，搁伫个迄个道路部分，阮会用个分析出伊的迄个裂缝。交通部表示，最近因为美国总统宣布对顶关税暂停90天，大量的厂商趁这段时间来出货。自本4月份到6月份这段时间，原本是海运的小月，结果煞变做非常无用，来当靠 AI 影像来检测港口，会当减少人力的成本。 因为美国的关税，它目前正在 pending 状态。那对于我们港来讲，就是这段时间平常可能是淡季，我可能可以利用这时间做去保养，它可能瞬间就变成没有办法这样去做。所以如果在这段正在忙的时候，如果突然因为任何的原因，港区因为维护上的出了状况，它所影响的是一系列的这个出货的问题。交通部表示，天气愈来愈烧热，有时会发生变电箱家己烧起来的情形，加上风太季节也影响港口的安全。那这套系统就当随时检测，马上汇报。目前这套系统一定伫台中港试行结束，未来也会伫台北港、高雄港试行。交通部计划和台湾港务公司合作，让这套系统会当加入港区的管理。记者陈亚轩、林秀凯台北报道。